华分普年佳能伫管制期间甲出货，台中用2店负责人伫信问了后，以20万交保。冷空气到位，今仔日透早上低温伫马祖14°C，专家预计今仔日连暝到明仔载透早上寒，拜6礼拜才会回升。美国要卖沙烏地阿拉伯 F-35的戰機，若准有影，沙國就會是中東地區第2個有 F-35的國家。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18中晝新聞，我是麥尚瑩。先來關心的是，這中華文雅畜牧場伫個管制期間，閣有分普年的雞卵出貨流起到市面。即馬地檢署是擴大來偵辦，除了約談這畜牧場3個員工以外，嘛去敲這台中的龍中2店。檢方伫個訊問這姓林的負責人了後，是認定伊涉嫌違反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也閣有詐欺罪，所以落尾予伊以20萬來交保。這個月初是中央公布中華文雅畜牧場的雞卵分普年超標，結果在管制期間卻個違規出貨，找到甲雞卵賣去台中的龍中2行。中華地檢署17大規模搜索龍中2行，偵訊了後，檢方認定姓林的負責人涉嫌違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加詐欺罪，以20萬交保。分普年雞蛋案件，本署持續追查藥品來源，昨日約詢畜牧場人員釐清案情，訊後請回。管制雞蛋流向部分，搜索涉案雞蛋商並帶回負責人，認為涉犯詐欺以及違反食安法，罪嫌重大，訊畢後交保新台幣20萬元。針對文雅畜牧場驗出雞卵有分普年超標，中華地檢署頂禮拜就以涉嫌違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加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立案調查。牧場姓陳的負責人列被告，除了調查分普年的污染源，嘛要追查管制期間雞卵是安怎流去市面上的。中華館長就講，若管理單位有過失，一定會處分。檢察官都已經介入了哈，那只要說有這個疏失的話，我們該懲處一定會懲處。因那目前中華縣政府封存的分普年雞卵，17縣府接到地檢署通知，相關單位隨甲這的分普年雞卵銷毀，由動防署、衛生局、環保局加政風處共同派員處理，部分留作證物，其他計共25萬粒的管制雞卵已經全部毀掉。記者楊淑靜中華報道。佮來關心這雲林的警方是抓到一個詐騙集團，因是怪受害者來開這龍頭的公司，佮在以假投資來騙錢。有3個受害者呢是互關掉咧，無通走。這幕後姓郭的主嫌、姓葉的金主，也佮有共犯是攏總12個人，攏互抓到。專案是依法提起公訴。警方全副武裝來到這個過去是正南會廢棄工寮，用較有優勢的警力攻入去，抓到3個當地各方關起來3個被害人的嫌犯。詐欺集團據點，成功搶救3名豬仔，避免遭受拘禁凌虐。本案更向上溯源，查獲幕後郭姓首腦、葉姓金主及共犯計12人到案。警方表示，講最近是接到線報，指出這個詐騙集團以使用烏食烏的方式對詐騙集團的成員施行暴力。經過檢警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查到詐騙集團是先詐騙被害人成立龍頭公司，再申請幾來小號把被害人關起來，用假投資來做詐騙，以假投資之方式進行詐騙，導致鄭新良子等3人共計受騙新台幣2400萬元。其後，該詐騙集團再以層層轉匯的方式，將詐騙所得匯至自立的銀行，以此規避。本次打詐專案共查獲28團176人，羈押38人，查扣現金約1600萬元，不動產約1200萬元，車輛20部。總價值超過3000萬元。雲林縣警察局講，這擺是今年執行的第4波打詐專案，抓到這個詐騙集團經過找源頭，查到幕後姓郭的主嫌、姓葉的金主和共犯攏總12個人到案。姓郭的主嫌頂世的人洪基亞禁見，專案照詐防條例、組織刑罰詐欺和妨害自由等罪嫌提起公訴。公視新聞綜合報道。來看高雄這條大寮排水溝呢，是互民眾通報這溝仔水變做紅色，哪像就是有人來偷排廢水。環保局一路安尼順起哩，結果查到是一間做紙皮的工廠，因是無照起工來，這印刷的廢水呢，無經過處理，就安尼排入去水溝仔內底。除了是依法罰錢以外，也要求業者愛裝設施來處理好勢。
橡皮内底大寮排水，唔知去互啥物物件倒甲规条红记记。民众17下晡伫高雄大寮路附近看到安尼，感觉无对同，赶紧翕相通报高雄市环保局。环保局稽查人员随出动，一路对水头吹起哩，发现造成沟仔水变红的凶手是一间纸批印刷工厂。没有啦，那么我跟你讲，因为你看你那个比较老的啦，纸器印刷工厂。清洗油墨废水未经妥善处理，自排红浊废水污染大寮排水，违反水务法30条规定，除裁处3万元至300万元罚锾外，并要求加装废水处理设施。业者无照期间处理油墨废水黑白牌，环保局表示，进前拢无人反映，这是头摆接到检举。不过有民众私底下表示，这间工厂的废水定咧黑白道，化学味足重。记者18早起实际来到现场看，业者摕线大灯咧甲红色的混食抹掉，镜头油较我咧甲看，其实工厂阁有油讲出来排水，花边毛蓝色的混食。有附近民众讲，这环境确实无介好。我来遮做2-3档啊，我嘛无注意看到水沟啊，但是我来时就接泰哥，哎呀，一直。潮是还好啦，但是我感觉无介清气啦，就太过啦。业者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讲是机械故障造成的。高雄市环保局除了开单处罚以外，也要求业者伫咧废水处理设备也要做好势进前，袂使阁排水。记者郭家朱、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这环境的议题来看，这高雄呢，外世界附近是有业者来偷倒家庭的废弃物，沿路是拢安尼臭咪毛，目前是清出被动的粪扫。也若是政府调查呢，讲这拢是外县市的粪扫拼来，嘛因为土地是林保所为，所以会找行为人来讨赔偿。毋若是真多，上当时会罚到300万。三亚道路互咱网落去，粪扫蹲加规个山坎，初步估计有几60栋。就是上礼拜我们去，我们刚好是去散步嘛，然后到那边就闻到有一股很臭的味道，然后就看才知道说，哦，那边怎么会变成垃圾山？啊，百姓大家过到日子的，莫到底下倒去粪扫，倒到安尼太高烂了，无意思啦。空调看落更较清楚，正常山坡地像画面倒边看到土吧，遮风倒了后看袂出本来山坎阁臭毛毛。不要再有这种行为发生了啦！那再者我们会尽量在这个周边架设一些监视器这个所在离桃花山自然保留区无偌远，是通往月世界的产业道路。家底拍开检查是台南顶县市的家用废弃物，市政府先代替清理了后再来求偿，17度清出差不多8栋的粪扫。这些有来自外县市的一些山坡废弃物，查获了大概台南等地区啦，因为它的来源跨越好几个地方。土地是林保署的，林保署讲，这区不是热点，车拉巡山员发现了后，就通报警方查办。最近2礼拜2届巡查拢无发现可疑的人。整案已经有移请警方去做侦办，后续如果有发现行为人的部分，我们会依照森林法第43条及第56条予以相对的裁处。对生态环境影响一定有，因为它是从高处往下倒，然后我们一旦倒下去之后，你要再做清除，不太可能能够完全清得干净，而且你清理成本会比原来直接这样东西去处理困难许多。台南环团为粪扫量估算是清运业者所做的，呼吁政府爱办法来阻止这种行为。全台南市拢总有425间清除机构，台南市政府透过路口影像协助追查。若是证实是台南的清除业者，会依上法办个铁除清除许可证。桥头地检署嘛已经指分乌金组检察官指挥来侦办，要全力找出破坏环境违法的人。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冷空气到位啊！今仔日透早呢，上低温是伫咧马祖，敢若14度4。这几天啊，这全台湾其实拢会当感觉到这天气有较变凉啊。上冷的时间呢是今仔日临暝到明仔载的透早，也阁有明仔暗到后日的透早这段。预计呢，拜六礼拜这温度就会开始豆豆回升，也毋过后礼拜一又阁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要来报道。入秋了上凉的一波冷空气来啊！拜二透早上嘅温度伫咧马祖14.4度，本岛平地上气温伫新北市富贵港15.8度。气象署有讲，上冷的时阵是拜二暗到拜三透早，抑个拜三暗到拜四透早。自北到南拢会当感受到这几天的温度伫咧降，倍数敢若自流浪共款。我们预估在低温部分，马祖大约是12度左右。金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大约14、15度的低温，其他各地的低温则在17、18度左右。
沿海空旷地区或近山区的平地温度还会再低个1、2度。那至于明天白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明天白天各地的高温还会比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再下降2到3度。台北有一寡所在落雨毛啊，湿固定，东北季风带来水汽，继续影响面风的地区。伫咧大台北地区、贵人北海岸一个宜兰，自8月过头了就开始落雨，雨无大，也毋过落真久。到拜3、拜4，水汽慢慢愈来愈少。北方的中南部地区侪云到好天，有可能会看到日头，也毋过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到拜6，各地温度就会慢慢回升。到周末会慢慢的呈现回升的趋势哦。那下个礼拜看起来会再有新的这个东北季风再南下，一直到月底之前看起来这种陆陆续续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这个状况，大概都会持续。虽然这边的冷空气并无达到冷气团的等级，不过也是会观察所落来温度的变化。气象专家提醒讲，这边冷空气全台湾温度降的情形拢真明显，尤其是中南部早晚温差大，天气冷搁湿。有一寡农作物恐惊会拄到病虫害风险，这就是淡仔岛，所以农民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这洪峰风台的大水雨是造成宜兰苏澳灾情真严重，有一个独居的妇人人伫因兜的1楼饮食，这家属呢不满镇公所是延前通报，即马镇长是有公开来回息的，也承认有疏失。另外一边，这盐坡饭店的地下室的停车场是有11个旅客的车也拢浸着水，这旅客是不满业者的处理方式，所以打算集体来拍官司。卡土机赶紧将烂土清掉，街路上四界拢坑浸水加固甲喷数。洪峰风台中从宜兰县苏澳镇，在暗时中原路一度水淹一层楼遐悬，一个家己大78岁姓黄的妇人人伫徛起1楼毒水死亡。不过在后第6天，苏澳镇灾害应变中心才公布罹难者，家属甲厝边拢真不满，镇公所是拖延通报。他本来是在楼上，可是他可能想说听到对下面的雨太大，声音太大，对，所以他有点担心，所以他可能要下来关心水势。事发到现在，镇长到跟县长说，他们昨天，他们才收到说有人伤亡。今日时势，因为无多联络姓黄的妇人人，昨日对外关市赶转才发现老母倒伫1楼客厅，通报消防局甲警方，因为明显死亡无送病院。检方13会同法医小检确认在生前毒水死亡。在时里长也打电话给公所李干事问这个补助，家属无多接受，一直无人协助处理。所有镇长17出核实的承认是通报过程出问题。应该是公所内的整个这个通报链我想有出了一些问题了那我们回来也都已经在开始做这样子的检讨。那我在这里也向我们这个死者致上最大的歉意。小山了甲水车一直出入地下室，盐坡饭店四柜商船馆地下停车场有超过30台车浸水。这个受灾住客讲，业者无好好来做好防灾义务，而且敢若投保300万的公共意外责任险，到即阵也无明确的补偿方案，计划集体来拍官司。无论饭店的保险金额是多少，只要是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厘清全责后，本集团将会承担起应负的责任，绝对不会有推诿的行为。饭店业者强调，理解车主在无损失甲无方便，拖吊费用拢自行支付，要求公司委托第三方公证单位调查相关的责任，未来提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这阵这青道顶是安尼定定出现，毋但是果子园互破坏去，徛街附近嘛拢受到绞擦。也那农业局是回应讲，这掠到青道顶的数量呢是比去年还阁较加2倍。也毋过因为青道顶敖炭，而且阁无天敌，所以第一时间来要甲全掠起来，确实是有困难的。呼吁民众若总有发现，会当打电话来通报。一只青道顶闭伫咧树仔顶，若无详细看，根本袂发现，因为伊的色水参树丛真相像。青道顶是外来种的一种，是农民上介找的生物之一，因为偷食作物造成居民困扰。即阵有平台反映，台南南区青道顶愈掠愈侪，甚至真侪乡亲定情，徛街附近嘛常在出现，这支农业局的防治效果。你若做侪就会惊动员啦。台南其实蛮多的嘞，真的。对。因为在那个中华南路，就是要过坟墓，我先生有看过好几公尺大的。有人讲弯刀附近不是只有一只，是有好几只在晒太阳。那1年过去了，不但没有变少，
而且是越养越胖。车道顶伫台南生团，主要是和在地溪流有关系。另外，佮讲这款物种分布伫咧三亚强溪、二林溪、甲北江溪等所在。市府目前嘛有请厂商集中人工伫疫区内掠，今年掠着数量比去年加2倍。农业局今年按算要消灭3万只，嘛会加强防止车道顶往北拓开。母的话都不断在生，不断在下蛋。所以说它的孵化率如果50%来讲，它一次可以生20颗到80颗。第一个流域里面会进行移除，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共安全，提防这些的公共设施，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也避免民众恐慌，所以说我们也会针对这3个部分进行移除。即阵对了南部地区有出现外管区嘛有车道顶的形影，农业局回应一直拢有咧加强做消灭的工作。不过这款外来种，坦白讲无天敌，兼介高生介高炭，地需短时间内要甲消灭，确实有影真恶做。伊嘛会有乡亲若看到，通卡1999通报，市府会随派人到场处理。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做回来关心的是，这捷克甲斯洛伐克呢，昨是来纪念1989年结束共产统治的革命行动。真侪人是行着街头来提醒捍卫民主的重要性。其中，这斯洛伐克的民众呢是反对总理立场相歪罗西亚，也那捷克的民众是不满这个好野人巴比斯，甲2个怀疑欧洲的政党来组成政府。斯洛伐克9千9万的民众上街抗议，反对由总理会做领导、有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甲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会做反对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佮主张甲罗西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Ne vadi mi že prši. Kad sam bol v 89. snežilo. Nesloboda, stýkanie sa s Rusmi, s vrahmi, bolševické metódy.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有数千民众组织伫历史悠久的旧城广场悼念当年游行和警察镇压的学生，将其为推成反极权特殊。1989年，西洋革命领袖哈维尔，当年哈维尔带领和平抗争，杀倒捷克斯洛伐克40年的共产政权。随后当选总统是为民众主要诉求，是烦恼领导国会上大党的亿万好野人巴比斯，甲后面怀疑论者反北约的政党协商组局，也烦恼新政府可能树立文明世界，也就是甲欧盟参西方的联合变局。巴比斯要强调家己亲欧盟亲北约，捷克要离开欧盟和北约。Když byl 17. listopad 1989, bylo mi 15 let. My jsme potom jako studenti demonstrovali. 1989年的西洋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抗共运动，发生在迄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毋过政治焦点集中伫捷克。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做捷克共和国甲斯洛伐克共和国，两国拢将西洋革命看作民族起点。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美国总统川普有表态，讲要卖刷乌地阿拉伯 F-35的战机。若准这件代志是有影，安尼刷国就会正做是以色列以外中东地区第2个有 F-35的国家。即卖外界是关注讲美国这款动作，敢会改变着军力的平衡？美军 F-35战机快速飞过天顶，这是美国上先进的空军战力。美国总统川普17日咧会见世界相关官员时阵，被问到是毋是同意卖 F-35予沙特阿拉伯，第一遍确定强调沙国是重要盟友，也甲美国同款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外界预期军售将会真济。沙国王储沙尔曼则被访问美国，甲川普会谈时阵的重要议题之一。They want to buy. We've been a great ally. They've got to like us very much. Look at the Iran situation, what we did. In terms of obliterating, we obliterated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Yeah, I will say that we will be doing that. We'll be selling F-35s here. 团讲这项军售规模可能到48台 F-35，金额是几落百亿美金，一定会强化沙国伫波湾地区的空中优势，也可见美国一向以来维持甲以色列这种优势政策底线。自从川普第2任期开始，沙国答应伫咧能源、军工、AI 加基础建设等领域，伫美国投资差不多6000亿美金。这嘛，佫有国家战机军售，表示双方关系伫咧哈少几年了，已经快速恢复。الحادث اللي حدث مؤلم جدا لجميع السعوديين، خاصة لمواطن سعودي، واعتقد انه مؤلم لاي انسان موجود في العالم. هو حادث بشع غير مبرر تماما.
اليوم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تقوم باتخاذ كل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قانونية。英国人权团体认为，沙国王储沙尔曼依然无法度摆脱哈绍吉命的阴影。2018年，伊第一遍公开讲到这件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沙国领事馆内边的谋杀案。伊讲这是无法度合理化的罪行。即马伫国际社会大部分的国家拢甲其重新往来的时阵，美国国备备 F-35战机也有可能的防卫安排，互人认为是军火加投资虽政治罪行。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much more transactional with respect to Saudi Arabia. As with the first term for President Trump, there's really no emphasis on human rights. So that's much less of an obstacle for this relationship. 美国甲沙地关系伫川普第二任期，搁再转到高度交易式的方向。沙国想要找国家明确的安全承诺，包括亲像是卡达的防卫协议、协定加航空合作。 也拿美国注重的是军事订单、能源稳定加中东局势内面，沙国作为关键中心的角色。学者分析，在这种立场之下，人权加民主议题已经无法度放伫咧谈判桌顶头。在地缘政治加庞大长期影响，这场 F-35外交恐惊会成为川普第二任期中东政策内面上有争议的一项。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另外，这美国总统川普呢也来牵涉到爱普斯坦的犯罪案，原底伊是讲这就是民主党作恶的手段，也毋过即马伊煞雄雄解喙，呼吁大家呢爱甲这爱普斯坦的档案甲解密。也若反对川普的示威者是伫咧白宫外口咧发休，叫川普就爱出来讲互清楚。 美国总统川普16暗伫咧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发文，第一遍公开希望将意见共和党人投票支持解密爱普斯坦调查档案。伊讲这件代志是民主党人用来转移焦点的政治骗局，一个点名前总统克林顿、7个月金主霍夫曼等民主党重要金主，爱接受各方严格检视。I don't care about it released or not. What I think you should do, if you're going to do it, then you have to go into Epstein's friends. This Reid Hoffman spent a lot of time on the island. I was never on his island. 川普进行曝光爱普斯坦档案是民主党挑工要甲抹黑，即嘛因为党内压力甲民意的质疑解喙。外界认为是因为众议院的票数即嘛已经有法度强迫司法部解密相关法案，要求公开所有甲爱普斯坦案件有关的文件甲来往记录，也过就爱删除受害者的个人资料，也有有关伫咧侦办中的敏感内容。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强生伫政论节目讲，川普是清白的，拢袂担心。Nothing to do with it. President Trump has clean hands. He's not worried about it. I talk to him all the time. H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He's frustrated that they're turning it into a political issue, and it's not surprising because the Democrats have nothing else to talk about. What have they accomplished in 10 months? Epstein is their entire game plan. 强生讲，众议跨党派连署票已经有够，伊会将法案送去议会表决，讲要将民主党手内政治武器摕掉。不过民主党批评，共和党哪怕要透明，佫想要将焦点转到部分民主党人士甲爱普斯坦的关系，互大家莫去注意川普进前甲爱普斯坦来往最近翕相的历史。在川普解释要支持解密的时阵，北京外口有真侪示威的民众大声喊川普爱下台，也有人挂川普的面壳啊，就提到爱普斯坦机密档案的想法。在北京外口有犯罪现场的黄色封锁线。It is time for everyone who believes that Trump must go, that you're angry about him for whatever your issue is, to get your body in the streets of our nation's capital. 虽然爱普斯坦已经伫咧2019年伫监狱内面死亡，不过牵涉到正常名流的性犯罪甲人口贩运的指控，到即马依然是美国政治上敏感的阴影之一。川普若讲伊拢无安看，不过国家目标向准伊的政治对手，所以即马大家拢在看。国会是毋是会当真正由解密档案看清楚真相，也是互性丑闻案件将做选战攻防的新战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等来看咱国内这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会分年尾奖金的公司呢是有68%，平均是来领过半月，其中领上介济就是半导体的产业啊。这段期间呢，是因为美中关系，也搁有台币关税的无确定性，真侪企业呢对于明年的这景气态度是真保守，也毋过考虑到这营运的状况，也搁有竞争力，明年也是有60%的公司是愿意起薪水的。
特别年底啊，真侪民众嘛开始得期待年尾奖金。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今年会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年终的金额平均是1.56个月，其中年终上侪的是半导体产业，拍算是发1.98个月。另外，在调薪水的部分，科技、软体也有网络产业等等是调薪调上侪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电子制造业的部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薪酬。那当然还是有金融业的部分，其实是也是给予一个不错的一个薪资待遇。根据调查，因为美中关系和关税政策的无确定性，多数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也是偏保守。敢若半导体产业对明年发展有较乐观的态度。但是考虑到公司营运状况、欠工和维持市场竞争力，明年也是有64%的公司愿意起薪水。人力银行是讲，员工若是要有更较好的薪水，嘛建议会当进修 AI 科技的能力，来应用即马机械制造业、电子零组件和电子制造业对 AI 的人才需求。其实 AI 已经变成我们企业上面所谓的基本的一个能力项目了吼。那不断的去挖掘具备有 AI 人才的人，当然是目前企业常在做的事情。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目前台湾整体的薪资硬平化的趋势是愈来愈严重，人才拢走对薪水较悬的高科技产业去，其他产业招人才压力嘛是愈来愈大。嘛，服务业界要请人才，除了薪水、品牌，也有其他福利等等，嘛是民众找头路的事的重点。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交通部有个要来修正这汽车运输业客货运的，也有运价的准则，规定这机车外送的运价公式，伫必要时阵会当来收等待费，也是劳展费等等的费用。这有过期是有60天，上紧明年2月就会开始实施。外送员伫街路巷内骑车骑来骑去，无用伫替人客送物件。为着互外送运费有合理的计算，交通部进行一个上新的外送运价公式。若是有必要，外送费会当加收等待费、劳展费等其他费用。你看人家要骑车，然后还要送到那边，还要往上走，其实这个都是相对要付出来的成本。所有的服务啊，就是使用者付费啦。对，我是觉得使用者付费，因为我觉得合理就好了。交通部表示讲，全国内差不多有15万人做外送业，这摆的修法特别针对乌托邦的外送，定出独立的计算结果。乌托邦外送的每单公里基本运价是1，再搁加上合理的经营报酬率，乘每车公里合理成本，再搁都平均每车公里接单数。必要的时阵会当加收劳展费、过年的加成费等等。草案的话，主要是规范最多能收取的上限，商家抽成的利润去补贴运费啊，你那个平台有一个商业考量。事实上，伫去年交通部就捌针对外送运价提出修正草案，但是因为争议伤济，落尾无结果，即马搁一摆提出预告。不过，外送产业工会这团体同款有真侪疑虑。2大平台业者为基准下去规划这个运价的话，那你其他没有跟餐厅抽成的中小平台，那一定会倒闭。这个标准你们各地方政府自己去制定哦，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个地方政府会变成是无头苍蝇。交通部强调，外送运价公式确定了后，会互公路局来启动5边的协商，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平台的业者、外送员工会和消费者团体做伙讨论，才无共生外口来定各地运价，预估期有60天，收集各界意见，相信伫明年2月完成修法上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在货运业乌鸟的员工呢，是透过社群平台讲，希望每年过年的时阵，2到每到初3是会使互员工来休困的。产业工会是表示讲，即几冬来这电商平台拢有咧送，规年冬天拢无咧休困，也就是讲这新正时的包裹就无遐济啊，所以按算后个月就会正式提出诉求。踏出今年过年，阮想要登记厝里食团圆饭的文字，工会指出10几年来，当府政府送达每一份过年礼品，只是即马随社会形态改变，消费者多数也支持物流爱正常油价，多数家庭也选择廉价出去佚佗，所以廉价送货已经无效益。是时阵互员工趁节休困甲家庭团圆。这个效益不高啊，只是因为 7 有营业，所以我们还会配送一些低温包裹啦。
它常温的部分是有客人催货我们才会送。工会宣告正式争取2026年春节29暝到初3全面停止营运。台湾汽车货运甲长途业产业工会指出，春节物流的上步营时期多数是伫几年进前，加上最近几年电商多数有家己的车队伫春节配送。回顾2025春节，传统物流只存乌鸟在机变，加在配通，还有邮局快捷提供服务。那伫业界有代表性的乌鸟在机变争取成功，其他业者会对你做。这个我们当然有跟公司有先提过啊，但是都还没有很正式的在这个协商会议上面有讨论过。那公司当然都是先说这个会斟酌考量。过年大家都要回家嘛，所以能休息当然还是休息比较好。公司如果觉得休假不合理的话，应该要补偿他们更多的福利措施，例如说加给或者是补假。不少民众也拢支持货运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应该爱搁较好。工会最近会发动投票收集民意，也预计22月初劳资协商会议正式对资方提出诉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这新北市呢，去年是来发生一桩悲剧，这是一个姓刘的妇人人，因为有心，结果互公司甲死头路。即马厝内经济压力变大，所以落尾一口罩3个人拢死去。落尾检方是以不起诉来终结，这是引起社会的议论。因为劳动部是讲会公布这违规的公司来保障女性劳工的权益。台湾酒驾化问题严重，也毋过这场对待有心的女性无友善的情况也未少。新北市老女子因为有心防自肯，真大经济压力最后演变做一家3口罩的命案，检方不起诉终结专案引起讨论。妇女团体分析，这场对生育无友善，互有心的女性会惊，因为公司可能就安尼将伊调离现职，最后被迫离开这场。性别歧视的案件有成立的，里面有46件，其实都是跟怀孕歧视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去处理怀孕歧视的问题的话，那对于想要孕育下一代的那个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重担。根据劳动部的查询系统，各行各业多数拢有薪歧视等无友善行为记录，像有法律事务所不当对待有薪员工，以性工罚30万；也有科技公司拒绝育婴停酬等行为才罚4万；也有医疗院所将家庭照顾假看作缺勤罚2万。立委17特别欢迎质询，都认为新北的人伦悲剧凸显有心的妇人人甲新手妈妈遭受这场歧视，是互被害人发生悲剧的主要原因。到底要怎么做，才不要再让这样子的憾事发生？针对像这样怀孕歧视的问题，如果被裁罚违法的事业单位，我们会有一个专案的揭露跟专案的公布。性别平等工作法就已经有规定说，如果雇主有违反相关的条文的时候，其实劳动部这边都会有公布有关他的这个违反条文的一个公布的状况嘛，去爆出说他们其实都是一些不良的企业，我觉得这也是给企业一种嚇阻的方式。洪胜汉强调，将规划专案公布违规的公司企业，以保障女性劳工权益。专家建议，除了公布企业名称，未来也会当加强行政指导。政府只要有相关的教育训练课程，就要求公司来参加。未来针对这家公司加强无定期进行专案劳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伟大公司的海外总部要经伫北市区的 T17甲18，即马有地上悬的新工人寿甲台北市政府是要来合议解约，也毋过新工人寿煞讲，这片土地呢必须爱限定予飞达来使用。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伊是表示讲，若准飞达公司伫几档后未过再使用，安尼也阁爱甲土地兴予新工人寿，台北市政府是袂当接受的。各党的台北市议员伫北市区集合，做会视察 T17甲 T18用地，关心各项作业的规划甲处理情形，配合回答海外总部进驻的相关流程，速度会当加紧。市政府也在跟台电沟通，是不是在旁边这一块我们要加设一个变电所，来做一个变电的一个配电的工作哈，所以呢，现在目前正在跟台电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续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表电有哪些要在现场，有哪些要清除、要点交的部分，那是不是有跟辉达先确认过？好，譬如说像这个废土坑。整理工作正伫咧进行，不过关键的地上权问题，原本伫顶礼拜五，台北市政府要甲新工人寿完成合议解约，怎么解约搁在卡关？因为先收提议。这笔用地将要限定予飞达使用，若是过几年飞达要解约不爱搁用，土地将要限予新手使用。因过若是议员无认同，市府也无接受。他们提的这个意见在我们的协议书，那我们不可能这个土地
往后的状况，说这个当然现在辉达，那往后如果假设辉达用了几年以后，那这个合约还必须要再把土地还给他，这个在市政府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辉达不动产的副总裁，这礼拜将会来拜访市长蒋万安，也会带投资意向书过户新修。新修若同意，伫咧董事会开选了，就让签解约的合约书。记者综合报道。在政治界又搁出歹代啊！有关心的就是这桃园市民进党的议员游五和，伊是来涉嫌诈领助理的补助费，有连续11档的时间。地检署侦查是照这贪污治罪条例，对游五和甲伊的查某囝等10个人提起公诉。民进党籍3连霸的通市议员游五和，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今年8月封羁押。当地检署伫侦办了后，认定游五和和伊的查某囝，佮有相关人士等10个人诈领助理补助费，金额是有到356万遮尔济。10月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对伊提起公诉。游姓议员于担任第1届至第3届市议员期间，虚报人头助理、诈领助理补助费案，于今日侦结起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356万余元。检方指出讲，游五和对2014年的12月25开始做同市议员卡单，明明知影助理补助费并不是议员薪资的一部分，嘛知影讲不是对议员个人的实质补贴，所以含做公费助理的第2个查某囝和第3个查某囝做伙同谋，写不实的内容宣布薪资，佮制作不实的聘书，用虚报和假薪宣布这方式来诈领和铺报助理费。经检察官侦结，认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诈领财物罪及使公园登载不实等罪嫌。针对游五和涉嫌不当处理助理费，获检方起诉。民进党桃园市党部嘛表示讲，尊重司法侦办的程序，当事人若是有违法失当的行为，应该依法来负责，绝对袂维护家己人，嘛袂闪。接落来会照党内纪律机制好好处理，嘛希望司法较紧来厘清事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在违法第2度修法，这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佮加上明年度总预算案，安尼这中央着估值5600亿，这是违反着管制的。所以伊讲是袂放弃协商，也讲行政院伫拜四是会提出正义版本的再违法。也毋过台北市长蒋万安伊是表示讲，这行政院的版本呢是无看顾着地方。立法院24三读通过纳被修正的再违法，说服行政院认为是愈修愈歹，甚至影响编总预算。院长杜英泰甚至讲要伫20提出行政院的版本送去立法院。中央政府跟国家本来都没有生病，是国会把中央政府抽了血，一直在弱化中央，也拿错的药要中央硬吞下去。行政院的版本目前完全忽视了地方政府财政的努力以及商业服务业的需求等重要因素。双包党讲无支持行政院的版本，不过杜英泰认为明年度中央总预算政府已经记载3000亿，那照国民党的版本还佫加记载2600亿，已经违反公共债务法的管制。如果委员认为给地方多220亿太少，那你为什么不会觉得中央给你少掉4000多亿会太多呢？你要全面开战，是跟人民开战，还是跟赖清德市长开战？假设这个财划法执意的这样通行下去甚至搞不好这个礼拜5他们还会针对离岛那个部分再来要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跟委员报告，行政院编不出来这样的预算，无法编列，不得违法编列，无法执行。再次喊话韩院长，院长错误就留在立法院吧。针对花莲挖的暗溪帮山湖在后中结，立法院顶一日三读通过经费上限300亿的特别条例。行政院统整各机关的需求了后，拢总变270亿，有优美了后续额度30亿。对儿童和老年人的心理，然后有没有相关的关怀，还有一些支持的方案呢？当然有，不过第一时间我要感谢我们的各级学校，对学生跟教职员也发挥了心理的辅导的作用，还有我们的志工团体的投入。宗教团体的投入，以及在地的几个教会，我想第一时间都充分发挥这样安抚人心的工作。依法实施的期程为今年11月11到2017年3月31，整治帮山湖后续部分的项目会当办理到2030年年底。
杜永泰表示，希望朝野立委会当全力支持，互复原中计会当推动，嘛互民众会当登去到原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9月要来推出新版的全民安全指引，总统赖清德只是讲全台湾有983万外户，这家家户户拢着爱有。国防部就来申请经费，印1100万本，规划要分4批去甲分。头批呢是以离岛来行大省，预计明仔载开始配送。印刷的工作人员当日赶工课，国防部9月份推出新版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总统赖清德指示，要互家家户户拢摕到纸本的版本，所以国防部头一届做普发，这个普发的版本内底还佫有新增加内容，亲像头一页有总统的誓言，还佫有警报信息，甲绑山乌一楼加入去。总统在上面署名，可以让许多的民众觉得这一本指引会更有信赖感，因为威权主义的扩张也日俱的严峻，更凸显发放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做普发的必要性。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的家户数差不多983万外户，国防部总印1100万本。针对外界关注为印刷甲本类的费用，国防部讲，因的费用是申请行政院第2预备金4279万，中华邮政的运送费差不多180万。内政部比较选举公布，采用民政系统来分，作业费差不多1988万。我想我们用最低廉的价格，大概初步的估计大概应该在180余万元，大概是1988万余元。那是以整个这个普发家户每一本大概2元的作业费。那本来的时间，国防部规划分做4批送去全台湾368个乡镇市区公所，考虑时空甲距离，头一批19开始发，优先以离岛为主，按算明年1月初5进前会全部拢本类。针对普发纸本的版本，这费用加起来至少要6447万，票在亚这个是咧无采钱。这里面很多美国的做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又顾忌在北京，一方面他希望台湾能够加强军备所以他发这个手册，某种程度就告诉台湾老百姓准备打仗。我们平常呢，家里的门口也会装锁了如果锁坏掉了，如果今天说赶快要把这个锁呢换成一个新的，请问你会不会说是不是明天小偷都要来了，不然今天干嘛换锁？你不会讲这种话嘛？这个普发的版本嘛，考虑外籍人士，英语的版本印105000本。外交部讲，有甲各国驻台机构初步讨论，提出8万本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顶日去参加白色恐怖的追思会，不过伊追思的对象之一呢是包括着中国间谍吴钊，这是引起社会的议论。民间团体甲学者是认为讲，国民党以中国间谍来解说白色恐怖，安尼是互转型正义倒退路。长期关心转型正义的519行动组合召开记者会，因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咧这个月初去参加一场白色恐怖的追思会，追思的对象之一包括中国间谍吴钊。研究白色恐怖的历史学者认为，伫咧追思白色恐怖的场合追思中国间谍，完全是咧颠倒历史。白色恐怖的真相是，当初有千外位无辜的受难者去互人枪杀。我是认为讲。咱台湾的社会要有家己的主体历史意识。吴钊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嘛，这是国民党家己无能嘛。国民党就是利用这种的对历史的滥用、乌白用、乌白斗骗选票。我这是足无应该。由关心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筹备小组转变做519行动组合的民间组织认为，国民党讲起来应该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唔是受害者。而且中国间谍也唔是过去的代志，现在台湾内部也有真侪咧替中国做代志。国民党嘛爱汲取历史教训啊！你跟中共合作绝对没有好下场，这因的历史都讲得足清楚啊。很多的匪谍都渗透到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会从中国大陆瓦解，被瓦解，然后败逃在台湾。另外，民团长期以来也一直咧推动，希望把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列做固定假日。但是，进前国会咧讨论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时，却无甲伊加入去，互真侪受难者感觉真艰苦。所以，若要求立法院甲即间的纪念日加转来，袂当因为政治立场无同，就甲白色恐怖的重要历史抬掉去。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台语文康榜来关心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詹伟民伊所做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今年 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是摕到最佳主持人奖。What I do for the radio or do the news feature or any other content is all to reviving this language. 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詹伟民制作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今年 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摕到最佳主持人奖。节目采访真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等的台湾新移民，探讨语言、归属和身份等等的议题。这原来是用讲头届有台语广播摕到 AIB 的奖。詹伟民表示，这嘛是伊人生头届得奖，希望透过国际肯定提升台湾的地位，嘛期待T pop愈来愈发展。杀去国际以外，其实。咱应该要有一个想象，就是咱应该袂输这个 K-pop、T-pop 应该爱产生啊。然后透过其实台语台是讲无共媒体咧杀这个本土语言，其实咱本地就有真好的共同语，变成以上较早一款历史，只是咱安怎甲运用。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是由国际广播协会主办的。今年入围的媒体包括英国 BBC 和美国 CNN 等等，拢总27国的媒体竞争真激烈。其实这几年真侪台语作品伫咧国际得奖，毋那电影《阮兜的代志》和台语台做的罗欧战争新闻专题，嘛摕到纽约区电视电影奖，也佮有真侪台语文学作品也摕到国际奖项。我感觉用台语来作为咱台湾的这个代表的一个语言吼，应该是会使安尼做。啊，这嘛是目前咱会当行向国际社会上好一种方式。我嘛感觉这是一种，就是讲咱目前会当打破华语单语思考独占的这个地位。另外，今年 AIB 各甲终身成就奖颁予中央广播电台主持媒体人吴家山，表扬伊第30年来在国际广播跨文化交流也有道具节目的贡献。阳光董事长罗秀如嘛发新闻稿表示，对入围和得奖拢通看出台湾声音对国际公共媒体的影响力，嘛通互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力量甲民族价值。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新疆团体是来举办记者会，因来指控部分的运动场馆呢是以场地做理由拒绝予新疆朋友入去。运动部强调讲是会盘点这无障碍设施的状况，来确保新疆朋友的权益。设置的综合运动场，边境跑道当日做整修，一旦整理好，会当提供民众运动健身使用。也毋过，几下的新疆团体伫立委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指控设置的电竞场也是网球场，以欢乐场地互轮椅的囡仔破坏为由，记载新疆者入场真不合理。声音障碍参与运动这件事情是非常就跟一般人运动一样。厂商说，除非货车碾进去，或者是你用尖锐的部分里面去处理，否则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就会担心说，轮椅会直接破坏到或刮伤到地面。但是过去教育部体育所他们也有相关的一些指导手册，其实都有提到说，其实是有相对应的合理调整或者是一些替代措施。新疆团体批评，其他县市甚至有禁止电动轮椅入去，造成新疆者只会当用白的建议活动区域的离谱要求，希望政府会当改善运动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加明定相关管理规范。朋友如果有运动的需求，其实都应该要做友善的这样的服务，来做一个健检跟全面性的了解、考核跟评鉴的机制，我们也在研议要来做一个建构。对新疆朋友的诉求，运动部强调会盘点无障碍设施的现况，建立场馆设施的使用标准，也会甲各地政府讨论，确保新疆朋友的运动权。实际区公所是回应，因为譬如网球场的年限已经真久啊，场地可能会有脱产的问题，会赶紧启动更新作业，也已经向真正解释无禁止使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投县中寮乡北中寮这个村的差不多是4000多人，大部分拢是做实的。用这个机区都爱用到汽油，也毋过呢，假说长期以来拢无一个加油站，所以乡公所是家己开钱伫北中寮来起一个加油站，互乡亲一个方便。农民挂桶仔来涂油，过去南投中寮这居民，拢爱到10多公里外南投市加油，来回就爱1点钟。尤其当地做事人爱用农机货车，拢爱先用桶仔加油，蹲咧处理工寮。中寮乡公所认为安尼有安全的记录，利用当地资源找地，家己起加油站，招标委外经营加油站礼拜2开幕。拢爱2、3桶啦，才有够用啦。
因为学着歹啊车吼，常常若无油的时阵吼，安尼无方便，所以拢较储油。要去转煞走这不走这的，啊，即马真方便啊，毋免讲载明仔载后真正几啊工就要载转来厝里囥的。北中寮加油站对2021年10月就动工，先经过地幕变更，加油站期超过3年，总算开幕。公所表示，其加油站使用公所的经费，主要是为着要服务在地乡亲。种种安尼一关过一关，所以讲无通啊讲，起好就随加啦。包括到我们县政府这边来的申请呢，在建造上面，我们也在这个法规上面来协助。希望大家乡亲会用支持。会用互这个站，互伊一个正常的迄个回转率。中寮乡公所目前和业者签约5年，以1年7万外块租予业者来经营。业者是南中寮的人，伊讲咧庄脚经营加油站会较困难，不过只要无了钱、无了经济，就会继续做，也算是服务地方、服务乡亲。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是17度到24度，南部地区20度到28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5度。咱外岛地区13度到21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